天气的消息来看，今年头一粒风台陆安已经形成啊，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佮加上透东风，拜六礼拜开始呢，这北部、东部佮西部水汽是会增加。也毋过，照这目前的路线甲看起来，风台是袂对台湾来的。另外，这气象署是表示讲，后礼拜二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各地又搁会反寒，大概是11至14度，大概是会寒到后礼拜5。连面就要反天啊，民众就要注意。气象署讲，今年的头一个风台陆安伫15形成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加上透东风，所以拜六礼拜开始水汽会增加。正方面的北部甲东部会落雨，若西半部嘛会有小可雨。基隆北海岸到宜兰地区，雨势上会有一些增加的一个情形。然后到了下周一之后呢，整体上来说，可能水汽会有在逐渐的增加的趋势哦。降雨的范围可能也比较广一点，预估就是在桃园以北、东半侧到恒春半岛这一带。气温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后礼拜进前各地日时的温度拢差不多20度左右。要到后礼拜二，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才会明显感受到降温。也因为冷气团落南对风台的发展不利，所以风台对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。从下周二开始，各地的气温其实都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形哦，尤其是在北部、东北部可能下降的一个趋势会更加的明显。一路到周三，可能气温高温跟礼拜二相比的话，会再更低一些哦。那在低温的一个预估的一个时间点，会是落在下周四清晨左右。那各地的低温大概就是在11到14度左右。气象署嘛提醒，虽然风台陆安袂对台湾来，不过拜六礼拜因为风台的关系，所以东部的海边啊含外岛拢会有观影，提醒民众爱注意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